这6000多块钱一双的鞋子，你可以说它贵，但是一定不能说它不好穿。一线品牌杜莎利努，我源头工厂给它做代工的，金标的阿帕奇，冬天的大棉鞋，上了穿非常的漂亮的，还是 oversize 的风格，一点都不显臃肿，侧面拉腿长，正面显腿瘦，谁穿谁好看。做到全皮，防风防水防油污，新西兰进口的顶奢纳帕皮，耐防刮耐造，穿3-5年不爆皮不起皮不裂皮，麦芒和御用的面料。上穿它呢，内里是婴儿经过的 baby 绒，软 Q 弹，不卡脚不磨脚，光脚穿很舒服，不闷脚不臭脚的，零下20-30度都能过冬，高帮护脚踝的，另外单鞋也有，做到3.5公分跟高，黄金高度，平底鞋脚感，还是这种3重减震软底软面的，落地减震助力，登山跑步健身打球能穿。鞋带也是马来西亚进口橡胶底，冰面水面不在话下，男女同款的。秋冬没买鞋，来我源头工厂，一定让你惊喜。